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不仅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自在悠闲的生活氛围，也吸引许多香港朋友想要移民到台南。根据内政部统计资料，到2020年底为止，有558位港澳地区人士涉及台南。来自香港的 Sing 和 Morning 在台南东区的小巷经营一间港式餐厅，他们在一次到台南旅游的过程中，被小巷幽静温暖的氛围所吸引，两人决定移民到台南。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留在台南生活，更即将开心迎接第3个宝宝？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2017年差不多5、6月就计划就是过来，就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一来这边不会经常下雨，对，因为以前去台北那边都下雨机会比较多，这边觉得下雨天气好的日子比较多。二来是这边的小店啊，会比较就是特色的小店，因为老屋嘛。我觉得如果我们也是想说开小店，觉得台南蛮适合我们这种小店，可以开自己特色的小店发展。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有去澳洲那个度假旅行，刚好有认识一些台南的朋友，我们刚来，他们也帮我们很多。刚来真是很多不知道不认识的地方嘛，他们也会很乐意的帮我，不会觉得我们很麻烦啊，很打扰啊。就算好像知道我们可能装潢啊，一些可能师傅啊，他们也会很乐意。经常我们也可能有东西啊不懂啊，小东西他们也愿意过来帮我们抽空帮我们整理啊，就是这种每一样的小事情加起来会让我们更喜欢这边。这边住的空间环境会比较大，二来是相对工作时间会没这么长时间工作，可以就算如果比如说我生小孩也是之后你要陪他们成长，因为我觉得这边可以多一些时间可以陪伴小孩成长。台湾也很多公园啊，很多就是亲子的地方，就算可能大的百货公司跟小店也会很多设备关心那个小 baby 啊或者孕妇啊。我会带他们去七景馆啊，附近的公园。竹溪公园。那边又可以有一个小空地，可以骑脚踏车，又有滑梯，对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附近可以散步，那边有一个好像溪边那种，就是河边那种感觉，对啊，拍照啊或者散步呀，就是小朋友会喜欢在那边。台南欢迎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想留在台南，我会尽力帮助你找资源。当你碰到难关，是否要来当你的顾问？大家一起努力哦，让台南成为实现梦想的好地方。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9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据据了解，台湾大肠癌的发生率已经连续12档排名第1，而且以国民健康署的标准化发生率来看，台南市竟然是全台第1。所以，议员卢坤豪上午议会就相当不满，强烈质疑甲食品安全、甲炉渣废料污染相关。根据国民卫生署2020年的统计，台南市大肠癌发生率每10万人有50.36，已经是全台第1位。所以，议员卢坤豪上午伫卫生局的工作报告，强烈质疑敢是台南市的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全世界，咱台湾大肠癌罹患几率最高的啦，可是最密。我个查证，跟大肠癌的确是即马加盛行的癌症。你敢传？
你敢知台南市是全国啦吼，全国最高的。要换一句话讲的，台南市是全世界大肠癌最高的发生的几率最高的地方啊！啊，这个食安有没有问题？这有问题不啦？大肠癌跟食安有没有问题啦？目前无直接的证据讲行食安有直接证据啦。那我是甲空气的对啊。病从口入无唔对啦，议员讲无唔对，所以讲咱来注意这。食安有没有问题啦？探讨。你卫生局对那个直接回答有没有问题啦？我们的台南的食安没有问题。大肠癌有没有跟食安有没有问题啊？跟食品应该有关系啦。陆议员除了质疑大肠癌甲台南食品安全出问题有关系，嘛进一步质疑甲台南农地大炉渣等废料所污染，强烈批评台南市环保局处理态度冷淡。未经处理的那个再生粒料，就是炉渣，炉渣有毒，伫咱台南市大汉尔济，你拢冷处理。我要看你到冷处理到什么时候，才危害着台南市的人，着大肠癌的人。我甲你讲，拢会去甲你讨命的。啊，你放心嘛，你今仔做官做遐大，你拢要冷处理，我无意见。厉害。啊，我会追踪到底。炉渣农业用地的部分，我们你一张票，一张校刀啊开6000，人趁几60亿等于开啊，你无要追究。你知道吗？这是生命的问题呀、啊！他留下的炉渣的污糟，留的遐物件咧，残留咧，你敢知影子孙孙啊，这拢伤害着，啊，你拢冷处理。早期迄是可以再利用的。根据卫生单位分析，大肠癌关键就是大肠生肉油、高糖加高油的食品，特别是红肉、加工肉品，或者是食蔬菜、水果量无够。加上台南人饮食较偏甜，所以才会造成大肠癌比例较高。台南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在COVID-19 注疫苗持续进行当中，今年公费流感疫苗伫10月1号开始，嘛将分阶段来做。议员就来顶上午伫议会，除了关心今年台南所添购的剂量，嘛提醒卫生局要加强宣导，呼吁更较侪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做。当社会拢将焦点放伫 COVID-19 防治的同时，其实每一档10月1号开始，就是做流感疫苗。所以议员周立珍特别关心今年编列3600多万所购买50万外剂数量到底敢有够？呼吁卫生局千万唔通因此疏忽流感或是当病毒威胁。19的疫情，而忽略掉我们流感疫苗和肠病毒的疫情，是一定不会忽略掉的，是。不会，可是你这样50万剂，可是你到今年8月已经打了51万剂，那不够的怎么办？哦，跟医院报告，那应该是他那51万那是前期的，那是就是109年度的，因为它可以打到今年。那我们50万剂是从现在开始的50万剂，所以我们现在手上还有50万7500剂。从10月1号开始打，我们还有50万7500剂可以打。所以你们有持续去宣导说，有打 COVID-19 疫苗，我们流感也是要打。是，那我们会把它错开时间，我们会安排好，要距离7天以上。根据卫生局统计，今年台南市通报流感并发当前有4例，确诊1例，并无新型 A 型流感通报。卫生局再次提醒民众，做 COVID-19 疫苗甲流感疫苗要距离7天以上。而且自流感的涵盖率只有25%以上，就全体免疫力。今年台南市预估将超过27%。台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原本咱做疫苗政策是以提高第一剂覆盖率作为优先考量，不过现在已经转为满足第二剂。特别这波莫德纳疫苗28号开始配送的，拢是以第二剂优先。所以议员蔡小伟的烦恼，一旦数量无够，市府如何应用？根据指挥中心表示，9月28配送到各县市的108万剂莫德纳疫苗，拢是第二针，由地方规划并通知70岁以上户下已经做过第一针等对象。对此，议员蔡小伟的关心，一旦数量无够，市府有相关的配套来应用。特别台南65岁以上的长辈占多数，一定要尊重民众时代意愿，满足需求。
刚刚我们所提到莫德纳第2剂，只要他施打第1剂，第2剂就一定不会去受到影响嘛。那未来他如果想要施打第1剂的，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帮他们争取他们想要的？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透过跟中央争取？刚有法度争取到，虽然是安尼讲。目前要看莫德纳的到台湾的量，目前量能是看起来是比较吃紧哦。好。局长刚也有一直在跟你讨论，因为未来2周台南市将要施打非常多的一个量能所以在卫生所的调配，甚至医院诊所的调配上，也希望说可以适时的分配来保障我们每一个同仁的休息时间因为这波到会莫德纳甲 AZ 疫苗拢是以第2针优先，中央配发到地方以后，由等政府家己规划通知。所以我嘛关心长辈被列入注疫苗的名单当中，由于未晓使用系统延误，也需要重新等候登记等状况，市府也是需要掌握马上调整。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疫情虽然冲击观光旅游产业，不过台南市为了拼观光，积极培育相关的人才。这摆佫特别规训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语言的导览人员。对此，市长吴伟霆嘛参加结婚典礼，勉励大家将台南的美好销解予国外观光客。市长吴伟霆表示，台南市作为一个观光的城市，在疫情过后，观光旅游将要来复苏。因此，市府超前部署，积极培训各种语言的导览员，和真侪新住民的朋友来担任导览员。一方面有机会甲因国家的观光客来接触，和旅客感觉更加亲切，更加了解台南。另外嘛，会用来推广台南的美好。这是第1届，我们有22位学员。我相信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能够让大家不仅拉近彼此距离，而且能够这个拉近许多将来未来的观光客跟台南市的距离。现在由于还疫情当中，所以很多外国的观光客还没有办法来台南。但是外县市的各位的姐妹、各位的兄弟，其实还是可以来台南吃吃喝喝、逛逛走走买买但是其实吃什么、逛什么这个逛景点有什么意义，其实还需要各位的介绍与导览。因此呢，我特别谢谢我们中华台粤新住民关怀协会以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一府二路三梦奖，所谓一府呢，就是台南府城，也就是说台湾最早开发的一个城市。那么所谓最早开发，就是说当初会有很多的商旅人士到台南来，所以呢会产生吃的东西啦，会产生住的问题啦，那就产生了很多小吃的文化、庙宇，还有宗教信仰的文化。再加上台南有山、有水、有山有海，还有水库、湖泊。台南确实一个很好观光资源非常丰硕的一个城市呢。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办理的4艘语别旅游导览人员的培训，将发挥新住民多元的文化甲语言的优势。学员透过培训课程，具备导览解说的能力，成为台南在地4艘语言观光导览的人才。越南人来这里，我可以帮忙介绍那个台南有很多好吃的，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的。我很喜爱那个台南美食的。例如什么？那个就是米糕啊，还有那个鱼汤啊，那虱目鱼那种啊，然后那个海鲜啊，还有那个很多种我都喜欢的。很多有什么是在越南人可能不敢吃，或者是越南吃都没吃过的？可能有很多越南人刚来的时候不敢吃那个就是蚵仔煎那种更的那种，可是来久了觉得很好吃的。是，所以你会想要把它推荐给大家？是，我会推荐。OK。我2017年来台南读大学，那现在我刚刚毕业了。那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导览课程呢？因为其实我以后有规划，我要带我的家人来台湾，特别在台南，然后也是要带我的朋友来，然后这个机会也是很不错，因为我们以后也是可以很像工作或是打工啊，可以当那个导览是这样子。这届培训课程包括导览技巧的学习，接待国外来台旅客应该注意的事项，
甲实际导览的经验交流等。学员有来自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甲印尼等国籍，总共22位，有侨生、新住民、甲第二代等来参加培训。市长除了亲自出席结婚典礼，现场也由观光旅游局长郭正辉来亲自收证，并颁发导览员的旗仔。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登记伫下中心看病心脏内科医生李聪明，伫累积超过30档临床经验以后，为了扩大服务大台南民众，26号上午伫安南区开设内科诊所，这个贵宾拢前来祝贺，场面相当热闹。曾经伫个台基美甲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从事临床看诊超过30档的心脏科权威李聪明医师，累积患者超过1万人。现在为了扩大服务大台南地区的患者，26号上午伫个安南区历史博物馆的对面开设内科的诊所，希望以病院的设备、诊所的收费造福患者。这么多年了，自己也应该够成熟了。应该给民众呢提供一个更好的便利性，也更全面的一个治疗。所以呢，这一次毅然决然我出来，我们这边我们该有的设备我们都有。我们从一般的心电图、运动心电图，甚至20小时心电图，还有我们有一个比较高档的心脏超音波仪器等等这些。当你怀疑病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做心脏超音波检查，做适当的治疗，也给适当的诊断，不必让病人为了一个治疗、一个检查，往返2、3次。所以我们的看诊时间不仅拉长了，我们的就医的便利性也提高了。因为李聪明医师本身是客家人，伫个诊所开无动工。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甲议长郭信良等这位民意代表拢前来祝贺，贵宾分接。名医来到我们东河里驻脚这个代表咱地方要旺啊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的李聪明教授是跟我们义大合作。那他刚刚也介绍了所有的该有的仪器、检测的仪器，我们诊所里面都有。但是需要转介、需要动刀的部分，就是跟我们义大来合作。所以我相信这是整个一条边 SOP， 大家都不用担心。所以我相信是咱安南区的福气。李聪明医师呢，落脚在台南市安南区这块的福地，是安南区的福气。那我们热烈的欢迎，也非常的高兴。李聪明医师呢，能够落脚安南区来这边呢。开业结果。李客家处这奖伫个董事长王文忠的带领，所有的董干事嘛以客家之光，请上良医济世的匾仔，予李聪明医师。李医师表示，目前诊所的设备包括一般的心电图、运动心电图、甲24小时的心电图、心脏超音波等拢有，甚至若需要做心导管，伊嘛拢会亲自来执行。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结合这个信众爱心，当年关注弱势族群的台湾守庙天坛，27号上午伫庙埕举行第17次平安米大捐以及弱势团体物资的捐赠，总共送出1万多公斤的白米，场面相当温馨。台湾守庙天坛平安米大捐活动，这次迈入第17次举办。结合了信众回捐的爱心米5450包，大约是3270公斤的白米，要来捐予台南市中西区、安平区、安南区、东区、南区以及北区等区公所以外，
嘛要关乎南台南家父中心爱乐管弦乐团、农业福利协进会、喜圣人协会等10个单位。17届捐米的活动拢总5450包，受惠的单位呢有东西区、东区、南区、北区、平安区、南区、台南家务中心、爱乐管弦乐团，还有台南农业福利协进会、社团法人台南喜贤协会，拢总有10个单位。这个捐米活动呢，是咱全部咱的迄个信众呢。来，互大家爱心捐米，互咱天坛，由咱天坛来转到咱迄个台南市一寡各区，来迄个转到咱贫困的迄个居民安尼。对着照顾人数较侪弱势机构，台湾手表天坛另外嘛准备了大包装的茶米6800公斤，要来送互因，希望会当互因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关怀。我要感谢我们台湾守庙天坛。这些先行歹德，他们付出的一点捐献，我们天坛要帮他们做那个社会公益，非常感谢他们。今天的话，我们有捐了那个6800公斤，一包是30公斤，得11个单位的那个社福团体。为了感谢庙方以及善心信众的慷慨付出，真侪受赠单位嘛再来了感谢中，表达感恩之意。守护天坛，赞！感谢我们天坛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社会教化跟公益慈善的工作做得相当的一个尽善尽美那尤其配合我们市府的一个政策那今天是我们第17次的一个以米代金的平安米的一个捐赠那也感谢天坛这边还是照顾我们所有的弱势的那这边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发想，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然后对我们整个除了说环保之外，也能够帮助一些弱势也感谢天坛的一个善举。不止这次的捐赠，手表天坛董事会今年也陆续捐出300万，协助市府采购防疫物资，成立新冠肺炎快筛站，就算是在疫情期间，天坛善心也无中断。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午后地将雷阵好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6级。感谢收看9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